耶稣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依靠他。邀请弟兄姐妹起立，用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心事为我坚持。
弟兄祷告，姐妹来敬拜。祷告播下救恩的种子，以泪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的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邀请姐妹来祷告，弟兄来敬拜。耶稣，我们将自己放在你手里，主啊，是主来敬拜，主啊，水浇灌心灵的深处，神的灵使软弱的心变得刚强，我的信心建立在耶稣这磐石上。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祷告的力量，世界可以证明，改变的大能在耶稣基督里。献上心香之祭，直达到你宝座前，因你心事，你必垂听因你心事，你必垂听每个呼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的避难所。我们要靠着你改变的大能，成就你那美好的事。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阿门。好，我们一起来赞美跟感谢，我们一起来领受圣经的话。兄弟团谢谢。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节。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致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致卑微。我们感谢主，在这周赐下雨水，舒缓北台湾水库缺水的现况。感谢主赐我们祷告的权柄，可以持续来为国家祷告。愿主的旨意持续行在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得以在真理中蒙福蒙恩。第二，我们为上礼拜六信徒讲座，杨东升牧师用腓立比书看教会合一所带出大有能力的信息，我们向主献上感恩与感谢。我们同心来祷告。
大自然的环境中，你赐下阳光，赐下雨水，舒缓我们缺水的现况。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也在我们信心软弱的时候，赐给我们杨仲生牧师用腓立比书来勉励我们，要用保罗的爱心，用保罗爱腓立比的信徒，用保罗看重腓立比信徒的优点，用保罗看到每逢想起腓立比的信徒，就为他们欢欢喜喜的感谢上帝。主，愿这样子爱弟兄姐妹的心也在我们的心里，愿我们的每一时每一刻每一天，我们都充满感谢在你面前。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我们接下来为全球国家城市祷告，我们一起来读经节。来，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好，我们首先为列国政治局势来祷告，求神的平安临到全球各地，赐福在今年面临大选以及政局转换的国家。我们特别为缅甸、肯亚、墨西哥求主止息一切的仇敌诡计，愿和平与安定临到当地，赐福当地的政府及执政者有智慧，在混乱与暴动中能够经历主耶稣的平安与恩典。第二，为以色列和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的关系祷告，求主止住一切的战火，呼求主将饶恕赐给各国。愿一切在历史中留下的伤害苦毒，都要被神的爱化解，宣告神的平安与医治要临到中东。好，我们接下来读。艰辛依赖你的，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因为他依靠你。我们接下来是要为台湾祷告，求神眷顾台湾这块土地，将各地水库缺水的状况仰望神，愿恩雨降临，使台湾的水源丰沛，不致缺乏。第四，我们继续为花莲的渔政还有观光的产业来祷告，因为强震连续的余震重创花莲，不仅面临各样灾后的重建，更影响花莲的观光业。然后大雨的冲刷又导致一些土石流，求神怜悯医治身心受创的每一个人跟家庭，求神使政府有智慧，能够积极有效协助灾民各样重建，能够有效地区经济振兴方案。我们同心为这些国家以及台湾以及花莲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愿全球的大选求主的赐福，这些国家在政局变动的时候，求主能够赐给他们所有政府有智慧的来做正确的领袖，缅甸、肯亚、墨西哥求主能保守，因为有一个战争为以色列、为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关系的祷告，求主能够止住一切的战争，饶恕赐给各国一切在历史留下的伤害，能够平息，也为台湾能够祷告。谢谢你们的雨水降临，谢谢主，让我们的生活都是不缺乏，也为花莲的渔政以及的观光业，求主能够继续的保守，在强震过后，求主能够怜悯并医治身心受创的个人跟家庭，使神求主能让政府有积极的作为。谢谢主。那我们现在来为全球国家城市来祷告。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亲爱的阿爸父神，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常以耶和华为神，常以耶和华为神为念的，更为有福的。求神的平安临到全球各地如果像缅甸、肯亚、墨西哥这些国家，他们的面临的政治的纷争、政治的暴动，求神来求神临到，求神的旨意临到这些国家，让他们的政府有智慧、有能力，在这些动荡混乱的当中，让他们有神的
经历有神的旨意，经历神的恩典，还有平安，能够止息这些纷乱。所以我们也在为以色列和伊朗、叙利亚、伊拉克的关系来祷告。主啊，这些国家虽然他们有一些过去历史的一些渊源，有一些的问题，但是求神主啊，你的旨意要临在这些国家，主啊，让他们能够有和平与恩典的心，来饶恕过去的一些纷争。主啊，因为你的爱要临到他们，也求各国主啊，也求各国他们的领导他们的政府，他们有智慧有饶恕的心，平安的心。主啊，我们相信神的旨意高过人的旨意。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为现在美国有几个大学，有哥伦比亚大学，还有德州大学，这些学生他们为了以哈的和平，主啊，你亲自来劝诫他们。我们相信神的旨意要高过人的旨意。主啊，让这些学生他们有智慧分辨的能力，何为神的旨意，让他们能够和平的落幕以学业为念。主啊，谢谢你。主啊，我们也为台湾来祷告。主啊，台湾这块土地是世人所许愿的。主啊虽然最近它下了许多恩雨，但是雨水能够不足。主啊，恳求主你持续下一些丰沛的水源，让台湾不至于缺水。主啊，我们也为台湾的后山花莲，主啊这些花莲这个地方，他们的地震持续的好多让许许多多人让他们的身心灵受创，还有他们的财务受到的损伤。主啊，恳求主你来医治他们，怜悯他们，让他们因为主你的爱，让他们得着医治。主啊，也让他们不管在财务上或是物质上，主啊，让他们都不致缺乏，因为有主你的供应。也求神让我们各个的我们的政府能够有智慧、有能力，能够提出解决的方案，让花莲这个地区，让他们的重建他们的家园，得到有安居乐业的地方。主啊，我们将这些祷告都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阿们。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翰一书5章1到6节。弟兄姐妹请。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上帝的儿女。如果我们爱一个做父亲的，也一定爱他的儿女。由于我们爱上帝，并遵守他的命令，我们就知道我们爱他的儿女。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上帝，他的命令并不难于遵守，因为上帝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够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是我们的信心。谁能够胜过世界呢？只有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的人，才能胜过世界。耶稣基督到世上是借着洗礼的水和牺牲的血，不仅仅用水，而是用水和血。圣灵也亲自见证这是真实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以上。好，我们今天的题目是来自上帝的点点点。所以可能大家跟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一样，就是脑子里会浮现一些点点点。那我们现在不妨在心里面想象一下，当你看到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会有什么样的想法？对，我也是想，我第一个是想到爱，然后第二个是想到恩典。勇气、信心、勇气，平安、
力量、赦免、智慧、劝诫、公义，对，又有恩典就有公义。好，所以我们就会想到很多，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晚上只讨论3个。然后刚才牧师是说什么？是什么？赦免，对对，赦免。但是我想到的是审判。好，那所以下一页。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就是从3个方向来讨论哈。第一个就是我一开始也是我一开始所想到的，就是爱哈。那有一首歌是《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那这首诗歌是令人想到上帝充满了爱，教会是一个充满爱跟温暖的地方。我记得我刚还没信主，就是去参加学校的团契然后我觉得他们里面的学长学姐他们都彼此相爱，对，但是我觉得我好像跟他们中间隔一个透明的玻璃，就是他们很爱我，可是我后来知道那是生命不同，我跟他们生命不同，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生命是非常的交融在一起，然后他们对我就是纯粹的爱我，但是我跟他们生命不同，所以就是没有办法交融在一起。那这首歌《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真的是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爱真的是能够因为彼此在信仰中彼此的扶持，让我们的心能够更紧密的在一起。然后有一首诗后来有收录在新圣诗，叫做咱拢真做一家人因为耶稣真做上帝的儿女所以这首歌更清楚，因为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好像没有很强调说那个爱是从哪边来，但是咱拢真做一家人的话，就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是因为耶稣使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好，那第一个爱来自上帝的话，我们约翰一书的作者所有的约翰书信，约翰都非常的强调那个爱，强调爱来自上帝他说，若有人说我爱上帝，却恨自己的弟兄或姐妹，他就是撒谎的。既然不爱那看得见的弟兄姐妹，怎么能爱那看不见的上帝呢？所以爱上帝的人必然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信徒必然爱上帝。这个是包括上帝和信徒之间的爱，以及信徒跟信徒之间的爱就是我们后面的十字架这2个横向跟直向的2个面向。那真正的信徒不可能爱上帝，然后自己爱上帝，然后不跟人相爱，因为这2种爱都是源自上帝。上帝将他的独生爱子赏赐给我们，来彰显他的爱。上帝的儿女就是我们，如果爱天父，也必爱他的儿女，就是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教会里面落实彼此相爱，然后我们在教会外面就可以实践爱人的诫命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相爱，然后在教会外面要爱人爱。那如果能做到爱人如己就更好，那如果一时做不到，就是尽量的努力。好，那有上帝的爱在其中，信徒才能够因为从上帝来的爱而彼此相爱，不然的话就会沦落到人世间人本主义的爱。那人本主义的爱会跟来自上帝的爱有什么不同呢？有一位齐克果他是存在主义之父，他说得很清楚，在世俗的爱呢，爱是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但是基督的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是透过上帝，也就是说我们爱上帝，然后上帝爱他，然后这样子我们才可以爱他。上帝是我们跟我们周围弟兄姐妹中间的媒介所以人世间的爱跟来自上帝的爱就是有这个很明显的不同这是第一个，爱是来自上帝。然后第二个呢来自上帝的是顺从命令跟得胜的信心这个我觉得我有一点困难，因为我时常的很软弱好就是感觉上应该是顺从，感觉上很简单，可是如果那个顺从是要你去做一个又大又难的事，然后
就又软弱，所以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也没有顺从，然后也没有得胜。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要准备这个题目的关系，我这个礼拜一直落在一种软弱，然后不知所以的状况哈。那原因都是因为那个陈正阳牧师，因为他讲的那个题目呢，他一开始就问我们说，嘿，陈世阳牧师，他一开始就引言，他就说领受上帝的呼召，然后你是否甘愿让上主带领？然后说一开始我就不敢回答，然后到了结束他又分享讨论，他又说不论上帝带领我们到哪里，我是不是甘愿让上主引导？然后就更不敢回答，所以然后小组分享也不敢分享，所以整个礼拜就这样。可是我真的觉得说，既然是有这个题目，那就是要虽然做不到，但是就是要很努力的来达成，因为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而是靠着上帝。好，大家一起加油。好，那所以这边的话告诉我们说，人世间的爱哈，特别是现在的老师很难为哈，因为你在学校哈，你就是要强调说，你的爱不能够对学生有太多的干涉，或是企图去用你的想法去塑造学生的行为。那在家里的父母也是这样子，就是一直觉得说，你作为父母不能够去太多的干涉，或是用你的想法去塑造你的小孩，要让他个人自由的选择。可是这种的讲法跟我们的信仰是不太一样的，因为约翰一书的作者，他一次又一次的劝勉我们，爱主的行动不只是信徒间的彼此相爱，也需要顺从上帝的命令。所以顺从上帝的命令，这就不是说你用你自己自由抉择，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想要爱谁就爱谁哈，就是你要去顺从上帝的命令。然后，因为那遵守上帝之道的人，他对上帝的爱就达到完全。遵守上帝的命令就是爱上帝。你们要以爱为中心，所以这些话的话，在当时是要他们那些从信仰社群离开的人，因为他们拒绝爱，所以约翰在那时候去劝勉他们。可是，在今天，这也是用来劝勉我们，因为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之子，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胜过世界的应许。那这个世界不是说我们的这个花花世界，那个虚浮的世界、引诱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指一切拒绝福音的人事物。所以我们有来自上帝的信心，我们就可以胜过一切拒绝福音的人事物，我们就不受敌对上帝的人事物的控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上帝的子民会得胜，是因为顺从上帝的命令，不是重担哈。所以这个是讲给我听的，就是我觉得顺从上帝这礼拜成为我的重担。但是他这边说，顺从上帝的命令不是重担，因为它是来自上帝的。相信耶稣的人可以取得胜利者的身份。信心能够使人战胜世界，是因为那个信心来自上帝。信耶稣的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是真正胜过世界的人。因为耶稣对门徒也是对我们说，人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要有勇气。刚才有人说要有勇气，为什么我们要有勇气？因为耶稣已经胜过世界，因此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也可以成为得胜者。当巨大困难来临的时候，主耶稣不会马上改变我们的环境，但是他可以改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坚强，使我们能够面对试炼，使我们不要就是像一般的人面对困难或是面对不公平他就愤怒。我们可以从经验里面去胜过仇恨，并且继续的往前行，勇敢的面对，我们就可以得到来自上帝得胜的信心，尝到得胜的滋味。这是第二个。好，那最后一个是见证跟呼召来自上帝。谁能够胜过世界呢？只有信耶稣是上帝儿子的人才能够胜过世界。耶稣基督到世上是借着洗礼的水和牺牲的血，那或者是说那个悔改
好，悔改的水，还有牺牲的血。好，那这边的血是指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我们一般在讲说胜利的话，很少会提到死亡哈。我们一般说，比如说乌克兰输了哪一国胜利的话，我们很少会提到说哦，因为他们死亡。但是这死亡在胜利的标准来讲是不合理的。可是，在耶稣这边，因为耶稣的死跟复活，他就可以提升到最高的地位，他就可以战胜世界。耶稣的死亡跟复活，除了显出人类罪恶的问题，呈现世界是败坏的，但是因为耶稣的爱，因为来自上帝的爱，我们就可以战胜这个世界，不再受罪恶的辖制。好，那我们有许多的见证人，一直在我们历世历代，就是特别是台湾150年来，许多的宣教士，他们谨守爱上帝，然后爱人的命令，因为来自上帝的爱，因为顺从命令，因为他们得胜的信心，所以他们来到台湾，引领人信耶稣，胜过这个周围这些不信的世界。这些宣教士离开他们的舒适圈，来到我们这边，拯救我们以及我们台湾的众教会，使我们能够信主耶稣，使我们能够领受胜过世界的生命。所以我们比较熟悉的呢是男性的宣教师，比如说马偕、巴克里、甘维林，然后其实也有一些女性，但是我们不太知道。好，那所以那个新眼光他特别提到说，有一位女性陈美玲博士，然后在她的一本专书叫做《她的故事》女字旁的她描述早年从英国、加拿大来到台湾，跟本地姐妹们组织女宣道会，努力于传福音、教导、医治等等耶稣所行的3大事工，传福音、教导、医治。好，然后也参与开拓教会，创办女学教育。他们遵行耶稣的命令，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使当地的女性门徒成为众教会的祝福，留下佳美的脚踪。在上帝的爱里找到另外一个人的爱永久的位置，不会因为时间的消退，反而因为他们佳美的见证，他们回应上帝的呼召，然后成就了我们台湾众信徒美好的生命的传承。所以我们那个敬拜团请上来。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有一点点安静的时间来思想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你是否清楚上帝的托付，甘愿让上帝来引导？这是从礼拜天到今天的一个题目。你是否清楚上帝的托付，甘愿让上帝引导？然后第2个思想的问题是，你是否受限于自己的口才、性别、能力的限制，而忽略了得胜的信心是来自上帝？你是否受限于自己的口才、性别、能力的限制，忽略了得胜的信心来自上帝？好，我们有短短的时间，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来思想，求上帝赐给我们力量。在天上的父，我们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因为你是爱的源头，你是光中之父。我们从领受从你那边来的得胜的信心，我们就刚强壮胆，不害怕，因为你一次又一次的勉励我们要刚强壮胆，我们要信靠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的山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听你来自你微小的呼召，我们要努力。虽然我们
胆怯，但是我们还是要努力的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来回应你的呼召。因为主耶稣，你也是离开天上，来到世界上，为了我们，你经历许多的苦楚。我们所经历的一切，你都已经在我们前面成为我们的典范。我们依靠你，我们就不惧怕。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着你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邀请弟兄姐妹起立，一起来回应。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国家是属于你，求你来掌管全地。愿你来怜悯医治这地，荣耀再次降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弟兄姐妹，请坐。我们继续来为教会祷告。第一点，为5月4号要召开小会，也是那个陈牧师第一次
列席的小会，求神帮助小会同工同心，按着圣经，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渴望了解事工的意向，并忠心委身于侍奉。第二，为了5月5号的圣礼典，第一组张金念姐妹成人洗礼，第16组陈美玉姐妹信仰告白，第18组杨玉欣姐妹转会及入迦南教会，第18组王威达、杨玉欣夫妇的小孩王颖超小儿洗礼。求神继续保守带领他们委身在基督耶稣里，得着真正的平安。第3点，为5月26下午3点，陈柏志牧师就任迦南教会第6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祷告，求主带领保守同工筹备的过程顺利完成。第4，为玉山神学院代祷，这阵子的地震造成玉山神学院院舍损害惨重，求主怜悯，唤起众教会在物资财务上给予协助，早日恢复正常运作。我们同心为这4件事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上帝，我们相信你要为5月4号的圣诞，也是陈柏志牧师在迦南的第一次小会，求主让他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赞美主来带领我们的迦南教会。我们5月4号要召开小会，求神帮助小会的教会同工都能够按着哥罗西书3章23至24节所教导说，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主从那里必得到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渴望了解事工的意向，并忠心委身于侍奉，让我们的小会的每一位同工都能够同心合一，为教队合一，同心委身于侍奉当中。我们也为了5月5号的圣礼典，第一组张金燕姐妹的成人洗礼，16组陈美玉姐妹的信仰告白，18组杨玉欣姐妹转会及入迦南教会，18组王威达和杨玉欣夫妇的小孩王颖超小儿洗礼。为了这些姐妹弟兄姐妹的家庭能够在教会中所做的侍奉，所加入教会，都能够得到教会所带给他们的关爱与祝福。也为了我们在5月26号我们的下午3点的陈柏志牧师的就任迦南教会的第3任牧师受辱感恩礼拜，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求主保守陈牧师在未来带领我们迦南教会整个未来的一切都能够有主的同在，也求主来带领保守同工，在我们在筹备的过程之中都能够顺利，也让我们在26号的陈柏志牧师的就受职感恩礼拜都能一刻顺利圆满。我们这样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接下来是彼此的代祷，不管是线上或是我们现场，请两位一起代祷。那今天请大家特别的为能够我们有饶恕的行动哈，因为我们献祭以前要先饶恕，所以就是为我们每个人能够有饶恕的力量，能够踏出饶恕的一步，然后也愿意接受别人的饶恕哈，特别为这件事来彼此代祷。更加的
成人牧区第一位第5组陈静香姐妹祷告，因为自行练习走路运动而跌倒，大腿骨受伤，4月30已经顺利开刀完毕，求主保守看顾，手术后早日康复，再次回到教会跟我们一起参加主日礼拜。第2点，为11组康智慧姐妹以及张文志弟兄的太太彭碧英姐妹代祷。康智慧姐妹因为走路跌倒，造成膝盖受伤，至今行动不便。彭碧英姐妹因在家里跌倒，腿断，就医开刀换人照顾，求主看顾保守，早日康复。第3点，为15组谢秀凤小组长代祷，求主纪念她，因为淋巴癌需要进行6次化疗，4月27已经完成第1次化疗，求主医治，让每一次的治疗都有效果，减轻治疗过程中的不适，早日康复。第4点，为第3组郑正的牧师代祷，因为尿道容易出血，为血块阻塞，时常需要急诊或住院，求主医治，让受伤的细胞恢复健康。第5点，为19组陈丽娟姐妹的姐姐陈丽英代祷，因为之前脑溢血手术有脑水肿，再一次的手术做引流管在身体里，希望她的脑水可以自行吸收，然后可以拆除引流管。目前恢复状况缓慢，求主能够医治，让她可以尽快恢复，顺利出院。第6点，继续为就第4组中联美姐妹的2儿子黄崇伟代祷，因为肺炎已经反复住院6、7次，身体很虚弱。我们特别为他的那个肺呼吸功能，他在4月24血压下降，休克已经抢救回来，目前稳定在加护病房，求主看顾保守。我们同心为成人牧区这7位弟兄姐妹代祷。特别是陈静香姐妹、康智慧姐妹、彭碧英姐妹，还有陈丽英姐妹，还有那个黄崇伟弟兄，我们恭敬的将他们交托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使他们尽速的康复，使他们的身心灵健壮，使他们能够很快的回到我们中间一起敬拜主。我们也特别的恭敬将秀凤小组长以及郑正的牧师交托仰望主，主求你纪念他们，在健康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忠心服侍你，现在他们的细胞有受损，求主与他们同在，求主保守，使他们的信心经过这样的试炼，更加的成为我们的激励，成为我们的效法的对象。求主圣灵特别的与他们同在，与他们的家人同在，保守他们。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好，我们接下来要为青人牧区祷告。第一项就是乒乓瘦肉桌哈，就在这礼拜天的下午要举行。那报名已经额满，有48个人。求主保守当天的活动平安顺利哈，特别是有一些比较激烈的活动，求主
差派天军天使完全的安营在这当中，使我们在这里面借着这样的活动，能够有充分的喜乐，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交易哈，不管是年长者还有年轻者，都能够有很好的交易。在第二项，为我们青年牧区5月5号活动之后会继续召开定期会，求主帮助牧区的同工能够达成好的共识，对教会委身有新的同工增加。我们同心为青年牧区的这2项来代祷。亲爱的阿爸父上帝，为我们青年牧区的上帝主是良好的学道的张盼主，谢谢主，每个同工的参与们，也求主实际说他们的生命，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满心欢喜，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赏赐给我们青年牧区，这些青年都是将来我们教会将来的希望。我们求你保守他们，特别是他们所的筹划的一切事工，主动让他们在年轻的时候，他们就学会听你的声音，学会听从来自上帝的呼召。我们特别恭敬将乒乓瘦肉桌这个能够促进整个教会联络感情的一个活动，交托仰望主，求主赏赐充满满的喜乐，也赏赐格外的平安在我们中间。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最后我们为儿童牧区第一项，求主圣灵带领帮助5月12的母亲节儿童主日礼拜，特别是每一个参与服事的小朋友都有从圣灵来的能力与勇气不害怕，然后能够顺利的完成，也让每一位母亲在这个母亲节主日里面能够感受到来自大家满满的祝福。然后第二项，求主帮助儿童阿卡贝品格夏令营的筹备工作，同工们能够有从神所赏赐的智慧跟灵感，使各样的计划能够进行顺利。好，第三项，求主帮助儿童牧区的领袖同工有神所赐的爱心智慧，来树立敬虔但是又活泼的聚会常规，教导孩子们培养正确的信仰态度，有智慧建立有果效的奖励制度。好，我们同心为儿童牧区的这3项来祷告。你将这些可爱的孩子赏赐在我们中间，让我们可以学习他们，因为你应许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才能够到你那里去。也求主保守每一个老师、每一个同工，能够有从主来的爱心与智慧来教导他们。也特别恭敬把5月12的母亲节儿童主日交托仰望你，求你保守每一位参加的母亲，以及每一位服侍的儿童们，都享有从主你那边赏赐的喜乐满满。我们为今天晚上的祷告会向你献上感谢，求主喜乐的灵与我们同在，与我们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再次邀请弟兄姐妹起立来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怜悯不断绝，彼此
掌声把一切的荣耀赞美归给上帝。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今天再次聚集我们众弟兄姐妹来到教会，来到主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来向主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你说凡祈求的就要给他们寻见，寻找的就要他们找着，叩门的就要为他们来开门。上帝啊，天父上帝，阮将这各项的事拢摆列伫主你的面头前。愿上帝你听阮的祈祷，也愿信心保惠师帮助阮相信凡事拢伫上帝你的掌握的中间。互阮知影喜乐的心就是良药，互阮知影伫人所袂为，伫上帝你凡事拢为，在人所不能的，在神你凡事都能。愿上帝你的旨意行在教会，行在我们的家庭，行在我们的每一天当中，能够看见上帝你的带领。也这个时候，我们当心永驻所教示我们的主祷文，做伙来祈祷。愿伫天地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咱搁一摆拍破，将荣光归予上帝。阿门。大家请坐，请坐。咱今仔日的祈祷会到这，祝大家平安，愿上帝赐福予咱，晚安。